旅长好。老兵夏卓，你好。旅长，您这是在批评我？我怎么成老兵夏卓了？哼，你带上这个肩章就已经是老兵了。我听说你领了小1000万的奖金是吗？600万。600万？哼，你现在已经是下百万了，财主啊！啊？哼，我是想告诉你啊，像你这么年纪轻轻的，手里拿这么多钱，一定不要飘，脚踏实地的，该工作还是工作，该训练的还是训练。旅长，您放心吧，其实钱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还了我清白。学院那边打来电话，想让我本人亲自去一趟，所以不用说了，你的心思我理解。我已经跟吕征说了，让他跟你们的指导员把工作交接一下，吕征亲自陪你回学校，让他们好好看看，咱们火箭军的兵都是好样的。旅长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这是个大喜事儿，这是你的大喜事儿，也是咱们旅的大喜事儿，我支持你。最近咱们旅也没有什么训练任务，我给你3天假，就这么着了。谢谢旅长。哎，注意点人项，继续值班。是。送战友。能不能他唱了？太那行难听了，我不唱了。你记得常回来看看啊！苟富贵，勿相忘，听见没？哎，对对对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道远不好走，你就回来啊。我回来什么呀？我回来，我都还没走呢，我怎么回来？哎，你们俩演够没演够？演够了就赶紧回去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哎，记得让我向师妹们问好，啊，就说师哥我没办法回去和他们共同庆祝你的胜利了。哎，一定把他们的照片带回来给我啊，照片背后标注好哪个系哪个级的。师哥我脑子不好使，他记不住啊。你要不要脸？哎，夏卓，我没他那么下作哈。你是不是之前答应过送我一把琴？哎，对不对什么？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这事儿都过去多久了？你要啥情啊？你要啥底事？你报给我！哎，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？这是我跟夏卓的事儿。夏卓，我跟你说啊，简单，你别动啊。哎，夏卓，型号、价钱我都写上面了，你到了琴行给老板，哎，然后他一看就明白了，卡一刷，我琴就拿回来了啊。简单吧？我跟你说哈，不白买。我为了歌颂你，我还写了首歌，歌名叫《好人夏卓》。好人夏卓，什么好人夏卓？哎，你这说，哎，你怎么不说臭不要脸一直梦啊？哎，潘老师，你听我说，他那琴那老贵了啊，都顶一辆小汽车的钱了。你那手那跟树杈子似的，弹一把200块钱的琴差不多得了。你这个纯属是浪费、腐败、奢侈啊！我就不让你送我什么东西了，你帮我带点东西回来。我给你列了一单子，你看看。我去！哎，你这是要来开小卖部啊？啊，战友的钱你都想挣？不是，哎，咱这儿啥东西都买不着，那代机库又不让网购。哎，我跟他不一样啊，他这个是明抢生要，我这个给你钱的，我这个顶多就算是个代购。给我啊！你进点，哎，联盟啊，你太不要脸了！就你这么长一个单子，我就不相信了。夏卓给你买回来，你能给他钱？那我给不给他钱是我和兄弟之间的事儿，是不是？我要硬给他，他要不要呢？是不是？我要真给他钱，他也不要了。哎，夏卓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那琴你千万别忘了啊！哎，你俩干嘛呢？啊，没事干了是不是？夏卓，别忘了啊！当我不存在啊？啊，回去！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你跑10公里啊。你叫啥？啊？你跑5公里。是。没看见吗？我怎么能看见？你这交通
速那么赶紧，你说这就多整10公里，我5公里，这蹬着搁那跑去啊？哎呀，你说我当兵这么多年，真没想到有这么一天啊！借着自己兵的光，这叫什么沾光呀？不就去一趟青岛吗？呀，说的轻巧啊，就去了趟青岛。你知道我当兵这么多年，这1年当中有几天的时间能看一看这城市的风景？我懂了，连长。等咱们到了以后，赶紧把手续给办出来，争取抽出半天的时间，我带你去青岛吃点好吃的。青岛好吃的可多了，大螃蟹呀、大龙虾呀、大生蚝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哎呀，什么大螃蟹、大龙虾、大生蚝的呀，这些都无所谓。夏竹啊，你是不知道，这人啊，要是有时候啊，长时间的盯着某一个东西，你就会产生视觉和审美的疲劳。我就在想啊，要是有一天我早晨起床，啊，吃个早餐，然后我什么都不干，就来到那海边上啊，找一个不太晒的地方，我那么一躺，我就看看那海，我再看看那天，还有天上的白云，还有海里面那些船。哎呦，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干，就是放空。哎呀，假如要是有那么的一天，该多美好啊！是啊，以前上学的时候，也没觉得怎么着。这当兵1年了吧，都忘了，作为一个城里人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这是准备给谁？我在问你话呢。老师，是我自己作弊。喂，哎，主任，那个主任您好，我是欧阳俊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欧阳俊啊？啊，对，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。哎，夏卓的事情你听说了吗？啊，我听说了，这2天我们还给他庆祝来着呢。我们也听说了，你们在连队表现得非常好，继续努力啊，争取早日提干考军校。啊，对，主任，那个，我这次给您打电话，我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。好，你说什么事儿？哎，主任是这样，我们部队这边提干有2种形式，一种呢是大学生提干，一种是战士提干。如果我有大学文凭的话，
我就只用上1年的军校，就可以直接转为干部。如果我现在拿不到毕业证的话，我就必须要上2年的军校，这样就耽误1年的时间。我知道我在学校里之前犯过错误，主任，这事儿我也不想再提了，你也知道怎么回事儿。但是我这1年在部队里面，刻苦训练，严格要求自己，积极向组织靠拢，不管是从生活、训练还是学习上面，我都比别人努力。我就是希望能用我的实际行动来洗刷之前我犯过的错误。当然，我也知道，我不管在部队再怎么好好表现，也不能让你们改变对我的印象。不是这样的，欧阳军同学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。你们在部队的表现啊，我们多多少少也听说了一些，因为我们和部队之间啊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？你别忘了啊，你现在的身份还是大学生士兵。咱们学校有武装部，武装部呢和这个接兵单位啊一直保持着联系。我们对每一个送出去当兵的大学生都保持着密切的关注，这自然也少不了你。听说你在部队表现得非常好，我们也是真的替你高兴。你今天打这个电话，应该是希望学校再给你一次答辩的机会，对吗？啊，对，主任，我在部队这1年，除了训练还有学习专业知识之外，我这1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文化课的学习。我已经把大4的课程全部都学完了，一点没有落下。我就是希望能争取到一个答辩的机会，我能拿到这个毕业证就行。主任，而且我也能相信，我也能向您保证，我一定能在部队提干。主任，除此之外，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求求您帮帮我，行吗？欧阳军同学，我真的很抱歉的跟你说，这个忙啊，恐怕我是帮不了。因为当时在处理你这个作弊的事情的时候，根据学校的规章制度，你只能拿到结业证，毕业证和学位证书肯定是给不了你的。我也知道你是一个很要强的孩子，虽然直到现在我都搞不明白，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作弊的这种办法。你也是成年人了，你也明白，你必须要为自己做过的错事承担后果，对吗？对，主任，这些您说的我都知道，但是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事情，任何人需要一个机会去改正错误，改变自己。我现在特别需要一个答辩的机会，我需要拿到毕业证。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能尽快的提干，这样我会有更多可能。主任，我求求您帮我跟校长说说，行吗？我求求您了。如果这次答辩我没有过，那是我的问题，我无话可说。但是如果我拿不到这个答辩的机会，我真的不甘心。欧阳军同学，这样吧，你说的这个事情呢，我会再向校长反映一下，有了结果，我会尽快以这个邮件的形式回复你。但是呢，你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，好吗？我待会儿还有一个会，就先说到这儿。好，你这儿多多保重，好好训练。谢谢主任，谢谢主任。哎，你在这看什么呢？啊，没看什么，连长。像个木头似的，你给我介绍介绍。是，连长。这栋楼啊，就是我刚入学的时候住的那个宿舍。1、2、3、4、6层。6层。连长，这个就是男生寝室，不错吧？哎，这不是夏卓师哥吗？我们可以一起合个影吗？可以啊。是啊，对啊，好帅啊！起。谢谢，不客气。谢谢。哎呀。呵，你这在大学校园里面还挺招小女孩喜欢的呀。哎，连长，你上大学的时候不招女孩喜欢？这话题我怎么跟你聊呢？连长，这就是我们的食堂了。哟，3层楼。您是夏卓师哥吗？哎，我们能合个影吗？行。好。我们也一起。哟，谢谢师哥，可以。连长，
我觉得你怎么有点酸呢？没有啊。夏竹师哥，我觉得是夏竹师哥，夏竹师哥。行，可以，来。我也想要这个，我也想要。哎，我也来。连长，你先去逛逛，我拍完就过来啊。谢谢。好了。师哥好帅啊！不好意思啊。哥，谢谢师哥。哎，我看到。不好意思啊，认错人了。没关系。不好意思。风轻轻摩擦着侧脸，我一直相信的直觉。哎，同学你好，请问这里是管理系吗？是管理系。你们系里有个叫梁诺的，他在吗？他现在不在这儿，他已经好久没来上课了。谢谢啊。没事。有人含着泪向梦远，我们的坚强吓死人了！哎，报哪儿了？能考清华的都这么几个人啊？就问问，帮你参谋参谋。一本吧，我没指望进北京。那到底是哪儿？干嘛？你报哪儿，我报哪儿啊？切！哎，聊聊嘛，又不费电。川东大学，不想离家太远。川东大学。哎，那儿附近可没什么吃的，你想好了？行，川东大学。借给你双肩，别轻易再见。每一个湿淋淋倔强的瞬间，全都是我们，都是他先。喂，玩消失可不好啊！你不也躲着吗？我没躲着，我这不是在等你吗？夏卓，你这样我真的压力很大。我是自愿的，你有什么压力啊？能有那么好的学校可以选，而且在北京。可是没有比你更好的女孩了呀。送你的礼物。刚才上课呢，没看手机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这是我在美国给你买的，一直想要给你，只是找不到机会。那今天是什么机会啊？今天不是你接见我的机会吗？哎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作弊啊，我是光明正大的拿的冠军。当然了。不过呢，有人议论你也很正常，因为你走在他们前面，他们只能看到你的背影。不过你放心，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。那就行，只要你相信我，什么都不重要。就这事啊？还有一件事情，哎呀，说吧，磨磨唧唧的。我想去当兵，火箭军，大学生士兵2年。为什么呀？我想换个环境。你又没做错事，你躲什么呀？我没有要躲啊，我就是想锻炼一下自己。都说
当兵后悔2年，不当兵后悔一辈子。你认真的？嗯。等你退伍了，我都毕业了。我知道，可是我……你还让我等你几个2年吗？怎么是我让你等呢？懒得跟你讲。哎，你有话就直说嘛，不要老是云里雾里的。你不是很聪明吗？自己想想。这种事情我怎么想得明白呢？你不是老是说，人生不是考试，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吗？可是你不一样啊，你就是我唯一的答案。为了你，我连清华都没有去。我就知道，早晚有一天，我得背这个锅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你说我这一小伙，长得也不错，头脑也好使，成绩也好，身体也好，我都不知道我哪儿让你不满意，你总是一次机会都不给我。夏卓，这3年，是谁陪你去上晚自习？谁陪你去上吃饭？又是谁帮你选换季衣服啊？你在准备比赛的时候，是谁给你当后勤、做题库，还帮你选装备？我都知道。你已经为我丢了很多东西了，我真的不能这样。我不能让我心爱的孩子为了我断送自己的前程。人生确实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是该得分的题，一定要得分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你别走啊！这是多选题吗？你加油吧。我都听明白了，人梁诺的意思只能这么清晰了。但是这几年干的事儿，那哪一件不是女朋友干的事儿啊？啊？是不是啊？我去，邦邦，你说你长得又老又土，为什么你对情感的见地这么准确呢？我谢谢你啊，我这个怎么就又丑又土了呢？我这个叫帅的不是很明显，你懂吧？容易追到手的，那不容易珍惜，你懂不懂？人家梁诺对你是期望值非常非常高的，你呀，邦邦，你说我们去当兵会是一个玩闹的选择吗？我反正不是啊。哎，我还真就是想去提个干什么的啊！哎，多酷啊！哎，大导弹、小火箭，呲溜呲溜就是干呢！哎呀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反正体检合格的，明天都得去人武部报到。要不去了？爸爸，我们啊，能不能当一回保卫国家、保卫人类的英雄？必须的。你现在只有3个选择：一，当兵；二，读书；三，你把梁诺追到手。以我的能力，
选择第一个，也不耽误第三个吧。不至于，台上唱的有那么难听吗？我难过是因为我头发，人舞部也太狠了，话不说就给我剪了。你看看，我们都不一样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可以帮忙捡下球吗？是夏卓师哥吗？谢谢师哥，不客气。嘿，你好，安邦师哥呢？安邦师哥。啊，你说林安邦啊？他在部队呢。那你咋回来了？我办点事儿。瘦了呀？哎，师哥，你们单位在哪儿啊？我给安邦师哥发了那么多微信，他都不告诉我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保密。什么单位呀？神神秘秘的。还是你跟梁若好呀，离这么近。我跟梁若离得近。是啊，你别告诉我，连他都没找到你在哪，不至于这么保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不是师妹，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是。你瞅你那俩大眼珠子，别装了。你跟他是同学啊？何止同学，一个寝室。我找了他整整1年，他是不是得换电话号码了？妈呀，你俩是不是整岔劈了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快说，你快说啊！我忽然想吃个冰淇淋。行，快说吧。你不是当兵了吗？送你们走那天晚上，我还送安邦师哥千纸鹤来着，谁知他不理我，还把千纸鹤给了你。虽然你长得比他帅，可是谁让我就喜欢我安邦师哥呢？我呀，都快急死了，你能不能说重点啊？看你急的，我就从头说，好让你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不用，你就从梁诺开始说起。哈，他到底去哪儿了？支教啊。支教？是啊，为了支教，他专门休学了2年。我们都明白，他就是为了等你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他支教的地方离你们部队特别近。我一直在问他你们部队的地址，我也好给安邦师哥寄点东西啊。可是他说他也不知道具体地址，就知道离得不远。还有呢？没了。那你知道他支教的地址吗？知道。
给我行的。那你能帮我给安巴师哥带点东西吗？我什么都能带，包括你都行。你这话说的，人家怪不好意思的。我一个大姑娘家的，怎么就能往里带呀？真能带啊？微信、地址都给我。哦，谢谢。他那边信号不好，好像条件很差，微信很久才回复一次。那跟我还真是旗鼓相当啊。喏，你自己抄。谢谢。学校都帮你办理好了，夏卓，这笔钱就不要捐给学校了，希望你能用到更有意义的地方去。你收好了。谢谢校长。谢倒不用了，来坐下说。自从你蒙冤以后啊，学校想尽了各种办法来证明你的清白，但是你也知道，咱们在国内，他们在国外。鞭长莫及呀，而且他们在说明函里面也表示了是出于安全考虑，并且不再追究，咱们也就不好再说别的了。不过我还是替你高兴，咱们川东大学能有你这样一位大学生，是学校的荣誉。校长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。本来我去当兵也是带着赌气的成分，虽然这1年多在部队里我干得还不错，也越来越了解部队，但是啊。夏卓还是会继续留在我们火箭军的。哦，夏卓，你想好了吗？还有1年你就要到期了，是回来继续读书，还是继续留在部队？校长，学校培育我这么多年，我当然还是想回来继续读书了。那太好了，等你回来，学校给你举办欢迎仪式。谢谢校长。连长，等等。刚才你非得挑这个话题，我压根就没有想说这个事情，你说是不是？压根没想说，你不也说了吗？是哈，咱们部队条件差，到哪去都是大小伙子。你看这儿，多好啊，满操场，花花绿绿的啊，都是俊男靓女。这环境也好，空气也好，这多好啊！我明白，像你这样的条件，这样的智商，这样的能力过来当兵，那都是一把双刃剑。你也不用解释什么，我明白，有什么样的能力，那就有什么样的性格。要怪啊，就怪咱们部队，咱们270旅庙小，容不下你这样的大副。长，咱们能不能别小孩子气？那都是话赶话的客套话，话到那儿了，你让我怎么说呀？客套话，好啊，来，那我正式问问你，夏卓，你愿意留在部队吗？你看，你犹豫了，说明你就不想留在部队。你放心啊，你连长我一定不会成为你前进路上的绊脚石。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咱马上到火车站，把火车票买了，抓紧时间把你有限的还剩1年的部队生活体验完了。之后呢，咱俩谁也不欠谁的啊，不是部队跟你一刀两断。连长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真的伤心了。你伤心了啊？那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吗？夏卓，你呀，你就是一白眼狼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怎么培养你的吗？你说你到部队这1年来啊，我对你好不好？我什么事儿我不想着你。立功受奖，我想着你，对吧？让你立牌面，让你在领导面前好好的表现。我为什么呀？我不是想给咱们战士连培养一个未来的连长吗？我心想着哪一天我不当这个连长了，你就是未来的接班人呢。可现在呢？人才培养完了，立功了，受奖了，回到了学校之后呢，你拿到几百万之后，你心都飞到学校里面去，你压根儿都不想在部队干。最后啊，我再送你2个字儿：再见。哎呀，连长，你别跟着我。
令，向后转。告诉你啊，没有命令不允许回头。连长，你能不能别整这一出啊？啊，连长，哎，连长，我去。去哪儿？师傅，你帮我跟紧前面那辆车。好嘞。这小子，你这穿军装的，怎么干起警察的活了？啊，前面那个是我们连长。哼，惹你们领导生气了？不是，他就是比我先上车。怎么这么小气，把我拉黑了？真是的。小伙子，你是火箭军呐？哦，您怎么知道？你那臂章上不是写着吗？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。啊，你看见了？我儿子也是当兵的，也是你们火箭军的。是吗？他哪个部队的？哪个部队倒不清楚，说是要保密。不过据说他们部队都驻扎在大山深处，荒无人烟，除了他们军营那些人，什么也看不着了。还说他们部队离最近的县城还得50公里路的，来回200多里，够远的。哎，你是哪个部队啊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我得保密。不过我们部队跟您儿子的部队的环境差不多，离县城也是有50多公里。哦，那巧了，那没准还是一个部队的吧？那就太巧了。师傅，您姓欧阳？是不是这个姓比较少啊？您认识欧阳俊吗？师傅，麻烦你掉个头。行了，师傅啊，好，哎，哎，怎么不跟踪了？啊？连长，你知道刚才拉我的司机是谁吗？我哪知道，好人呗。欧阳华。欧阳，不会是欧阳俊的父亲吧？是啊。我刚才问他认不认识欧阳俊，结果他一脚刹车把我扔这儿，自己走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欧阳俊跟他爸爸的关系不是很和谐。欧阳俊父子关系不和谐呢，这事儿也不是第一次听说了。既然咱们遇着了，这事儿就不能不管，你觉得呢？我当然觉得不能不管了。哎，刚才那车的车牌号码，这都你能记住吗？那当然，我不光记住他的车牌号码，你刚坐的车的车牌号码我都记着。我就是脑子好使。啊，你就是脑子好使，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虽然这脑子呢没你好使，但是我也能记住。
你小子是我们战士连的叛徒，白眼狼。连长，这什么呀？这那这的啊！你看你呢，是铁了心不打算在部队干了。哎，不过我现在特别想好好的帮一帮欧阳俊，因为欧阳俊人家要在部队踏踏实实的干呢，没准就是我们战士连下一任连长。哎，我未来的接班人，这事儿我还管定了呢。连长，非得把话聊得这么尴尬吗？我又没说我要走。你说的啊？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给你个机会。来，看见这片大海了啊？这样，你呢，对大海真诚的发个誓。我对大海发什么誓啊？你发誓你要留在部队啊，在部队好好的干，发誓呢不着急回大学，